is the day， 今日咧就係歐協聯決賽日啦，終於嚟到波蘭嘅 Warsaw 同大家直擊呢一場決賽。講真，我而家心情係非常之緊張㗎。咁為咗隆重其事咧，今日咧都特登喺衣櫃度摷翻一件咧，就係好耐冇着過嘅波衫，就係2021年歐聯決賽版嘅限量版波衫。咁啊，希望啦另一次嘅歐洲賽決賽可以帶到啲好運俾呢隊波啦。今晚決賽開波時間咧就係夜晚9點鐘啦。咁而家咧就係朝頭早10點鐘左右。咁點解咁早起身呢？咁其實咧就係喺決賽日啦 ，UEFA 會安排好多節目啦，俾嚟到嘅球迷啦一齊玩嘅。咁而家咧就即刻同大家去感受一下 Warsaw 嘅決賽氣氛。決賽當日 Warsaw 嘅中央市集廣場搖身一變成為歐協聯決賽嘅 Fan Festival 啊！就係俾兩隊球迷聚集感受決賽氣氛嘅地方。入邊咧就有官方商店唔同攤位，不過最受歡迎有最多人排隊嘅呢，就肯定係同歐協聯冠軍獎杯合照啦。現場咧都有唔同足球相關嘅攤位遊戲啊，都可以考驗一下你嘅足球技術啊。同埋現場咧都有好多唔同免費嘅紀念品可以攞走，其中最有趣咧就係呢一張即影即有嘅個人足球卡啊。後邊呢個足球場咧就係臨時搭出嚟嘅，好似話一陣間12點至1點咧就可以開放俾公眾去踢。我踢硬我同你講。啱啱踢完波啦，咁而家咧就離開 Fan Zone 啦。咁啊，因為咧喺 Festival 呢度咧，基本上係都玩晒要玩嘅所有嘢，連波都踢埋。咁而家咧就喺 Fan Festival 再出翻嚟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一個酒吧區。咁啊，好鮮明咧，就可以分到咧邊啲酒吧咧係貝迪斯嘅球迷啦，邊啲酒吧咧係車路士嘅球迷嘅。時候唔早，終於要出發去到球場啦。洛斯拉夫球場同埋市中心都有一段距離嘅，所以要喺市中心搭大概45分鐘電車，再落車行15分鐘啦，先至去到球場嘅。遠睇洛斯拉夫球場，居然令到我回想起當年喺卡塔爾睇亞洲杯嘅圖馬馬球場啦。呢個球場亦都曾經舉辦過2012年歐國杯嘅決賽周。係洛斯拉夫球場啦，終於嚟到決賽嘅會場。Aren't you not entertained？ 好緊張，非常之緊張。而家咧準備入場啦。咁啊，而家就係開波時間係9點，而家係7點鐘。咁啊，做好大概個半鐘入場，非常之緊張。洛斯拉夫球場內部咧都尚算宏偉嘅，而車路士球迷咧今場就被安排喺南看台啊！呢一個咧就係我當日座位嘅視覺，以龍門後邊嚟講咧都算係非常之清晰噶啦。Come on, Chelsea! Come on, Chelsea!
啱完咗上半場咧，完全係垃圾級嘅表現。我覺得即係明明歐協聯應該係最容易可以攞到一個杯賽，但係完全係冇決心啦，成隊波。咁跟住古斯都係完全係冇用啦，唔知點解今場波要用佢啦，非常非常之失望。咁多球迷咁遠水路嚟到波蘭，上半場踢埋啲咁嘅波，好差好差，非常之差，真係，好失望真係。2000萬買 Jadon Sancho，車路士之子，賣錢。我自己都有質疑過呢隊波 winning mentality 時間夠唔夠大，終於贏到一個杯啊！我嚟波蘭係值得㗎 ，yes！
完場之後，我一邊睇球場入邊嘅球員慶祝，一邊慢慢感受。回想呢幾年，由4年前贏歐聯冠軍之後要被逼賣盤，成隊波要砍掉重練。車路士球迷呢幾季呢係經歷過好多失望嘅時刻㗎。英超排名曾經排到去第12名，上季嘅聯賽杯決賽又再輸俾利物浦。可能有球迷呢都曾經對呢一支球隊冇咗希望，覺得佢哋之後都冇可能成功。雖然話歐協聯呢只不過係歐洲第3級別嘅球會杯賽，但係成功嘅經驗係需要累積嘅。而今屆歐協聯呢確實令到一班年輕球員初嘗成功嘅滋味，而車路士呢亦都的確成功創造歷史，成為史上首隊贏盡歐洲所有球會杯賽球會。並唔係話咧贏完歐協聯之後就一定會重返榮耀啊！但係對於我呢一個見證近年車路士高低起伏嘅球迷嚟講，第一次現場親身見證車路士奪冠，一句 We have won it all 真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啊！完場之後呢，我等到所有球員都翻返去更衣室先走啊，因為我真係好想將呢一段回憶繼續落去，同所有同我一齊見證車路士近年起伏嘅球迷講句恭喜晒，我哋做到啦！完咗場之後，終於可以解封。呢度所有嘅酒都係我叫嘅。Up the Chelsea， 終於贏啦！歐協聯冠軍。Good night。